过来欠工的问题真严重，公车客运嘛请无司机。台中市府宣布要调整运价，这公车票钱未起，市府会吸收。不过要求客运业者爱调整薪水，司机的薪水上无爱加4000块。做公车的司机塞车都要真注意路面的情形，时间一个长，压力是真大，嘛，互公车司机出现欠人的问题。为着消除这个情形，台中市公车业者宣布，会甲司机全面调薪水。基本上是2年调整一次。那因为这个上次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年了，那各项成本也都增加，而且整个基本薪资也都往上成长。审计部调查发现讲，目前国内公车职业驾驶的人数比4年前减11.17%，也若新北、桃园、台中等等11个县市，拢有车的数量较侪过驾驶的情形，欠人的问题真严重，嘛造成公车慢分，甚至是全无发车的情形，所以清早去互投诉。工会表示，目前台中市驾驶员的薪水差不多是4万至6万，这届起薪水会起4000块以上，也若其他相关的人员是加差不多2000块。2023年台中市公车的司机已经捌起过薪水差不多4000块，这届是第2届加薪水。业者讲，希望透过这个方式，会当消除欠卡手的问题。因为我们虽然熬过了疫情了，那可是疫情之后，驾驶长就没有再回流了。交通局依法调整公车每车公里合理营运成本至51.19元，以及基本里程运价至23.545元。市府表示，这是开始调整公车运输的成本甲运价，所以要求客运的业者配合加薪水。不过，公车的票价要是依持目前的计价，未增加民众的负担。工会表示，目前台中市公车的司机有1300人左右，还佫欠100外个，才会当满足调度甲增班的需求。也若学者是认为讲，应该改善劳动环境。最重要的话，大概就是他的劳动条件了。开车他是全时间都是要很注意的，他不能有一点闪失啊，因为司机也很容易受到客诉啊。学者表示，市区交通的路线爱改善，民众若有投诉的事件，业者嘛要出来斗沟通，工时甲工作环境嘛有进步，才会当减少人员的流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